儿啊，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摆脱掉奴仆身份，导致你一出生就是个奴仆。爹，是爹害了你呀！爹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儿啊，你要记住，宁做乞丐，不为人奴。起来，跪好！我做事赏罚分明，你今天失职了，那就要抽你鞭子。可，不过这千里雪你养的倒是不错，应该是你平时从不克扣马粮，这我倒是要赏你。给，拿去吧。挨几鞭子还能换银子，算是便宜你了。还不快显！谢二小姐赏的银子。声音太小，二小姐听不见。谢二小姐赏的银子。哼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您真是善人呐！哼，像这样的硬骨头奴才，要他听话，不过4个字：恩威并施。如何施恩，如何施威，这其中的火候把握好就行了。记住了吗？哎呀，二小姐贤明，此言说的极是呀，在下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二小姐慢走。你小子平时不是挺横的吗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是方清雪大小姐的飞鹤传书。大小姐已突破肉身10重，踏入神通秘境，升为羽化门真传弟子。